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10月2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0篇第1节到第6节，13节到17节，申命记31章14节到22节，提多书第1章5到16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被设立。呼召、设立，或是说膏抹，在基督信仰里面是雷同的概念。也就是说，上帝呼召他的仆人，并且来设立他们，让他们能够正式的来成为他的仆人。上帝在不同的时代呼召不同的人来成为他的仆人，来服侍人，来服侍上帝。上帝的仆人一代又一代的接续领受上帝的呼召，被上帝所设立的来成为上帝的仆人。摩西被上帝预备了40年，在米甸的旷野，后来受呼召，被设立为以色列人的审判官以及领袖，服侍了上帝40年。然后上帝设立了约书亚，成为摩西的接棒人。上帝这样的交代摩西说道：上主对摩西说，你不久就要离开人世，你叫约书亚到圣幕来，我要给他任务。摩西和约书亚来到圣幕，有云柱停在圣幕的门口，上主在云柱向他们显现。上主对摩西说，你快要离开人世了，你死后人民将对我不忠，违背我和他们立的约，离弃我，去拜他们将要进入那地的神明。那时我要对他们发怒，丢弃他们，不理他们，他们要被消灭，许多灾难要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知道这是因为我，他们的上帝不再的与他们同在。那时我不帮助他们，因为他们行邪恶的事，去拜别的神明。现在你要写下这一首歌，教授给以色列人民，让他们背诵，使这首歌作为我知道他们的证据。我要按照向他们祖先许下的诺言，带领他们到那流奶与蜜的富饶土地。在那里，他们将过着丰衣足食、非常舒适的生活。但是他们会离弃我，去祭拜服侍别的神明，弃绝我，违背我的约。许多灾难要临到他们身上，但是这首歌仍然流传着，要做指责他们的证据。虽然还没有领他们到我应许给他们的土地，但是我已经知道他们的心思意念。那天摩西写下这首歌，教授给以色列人民。上帝的工作，教会的工作，需要有许许多多的人的参与。但是千万不要有那种想法啊，教会的事有人做就好了。因为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心态，我们对于上帝的呼召，就会有那种无关紧要的态度。约书亚他是非常看重上帝所给他的呼召的，如同我们在昨天谈到的，他看中了上帝差遣他去迦南地
做探子。虽然相同的，他也看到了那个地的人高大强壮，但是同时他也看到了上帝的应许及保守。基督徒的呼召以及受设立与圣经时期当然已经大不相同，但是呼召以及设立的本质却是不变的。保罗在提多书当中，他提到留提多接续他服侍教会。保罗这样子说：我把你留在克里特，目的是要让你处理那一些还没有完成的事物，并且在各城市设立长老。我曾经吩咐过，当长老的必须是无可指责的人，他只能有一个妻子，他的儿女都应该是信徒，没有放荡或不受管教的事。他既然做教会的领袖，做上帝的管家，就应当是无可指责的。他必须是不傲慢、不暴躁、不酗酒、不好斗、不贪财，要乐意接待人，喜欢做好事，庄敬自重，要正直、圣洁，能管束自己。他必须坚守那可靠、符合教义的教训，这样他就能够用健全的教义来感化别人，同时纠正那些反对的人的错误。因为有许多人叛道，用荒唐无稽的话欺骗别人，尤其是那一些主张受割礼的犹太基督徒。你必须禁止这些人说话，因为他们为了单图钱财，已经用不该传讲的学说破坏了许多家庭。他们克里特人自己有一个先知说过这样的话：克里特人总是爱撒谎，是恶兽，好吃懒做。那这话没有讲错，所以你必须严厉的责备他们，好使他们有健全的信仰，不再听犹太人那一些荒唐的传说和那一些背弃真理的人所坚持的规律。对洁净的人来说，一切都是洁净的，但对那些污秽和不信的人来说，没有一件事是圣洁的，因为他们的心地和良知都污秽不堪。他们宣称认识上帝，却在行为上否认他。他们可是可恶的，是叛徒，做不出什么好事来。保罗告诉提多，在克里特的工作之目的，就是要在各城市里面来设立长老，来要呼召，并且要设立，这是其实有一定的水准跟要求的。最主要也是要传福音嘛，教导的工作。除了生活上的要求以外，对于信仰的态度是有所要求的。刚刚我们读过的经文，保罗这样说：他必须坚守那可靠、符合教育的教训，这是他就能够用健全的教义来感化别人，同时纠正那一些反对人的错误。因为有许多人叛道，用荒唐无稽的话欺骗别人，尤其是那一些主张受割礼的犹太基督徒。诗篇第90篇第1节到第6节：
主啊，世世代代你是我们的居所，群山还没有被造，大地和世界没有形成，从亘古直到永远，你是上帝。你叫人返本归元，你使他们回归尘土。在你的眼中，千年如一日，像过去的昨日，像夜里的一根。你像洪水一般把我们冲走，我们的生命短暂如梦。我们像早晨发芽生长的草，晨间生长茂盛，夜里凋萎枯干。13节到17节。上主啊，你的震怒要到几时终止？求你怜恤你的仆人。每日清晨，求你使我们饱享你的慈爱，使我们一生充满欢欣喜乐。你使我们遭受多少年日的苦难，求你也使我们享受多少年日的喜乐。求你让你的仆人看见你大能的作为，让我们的子孙看见你荣耀的威力。主我们的上帝啊，求你赐福给我们，求你使我们一切的工作顺利，求你使我们所做的一切成功。感谢上帝呼召我们，也来设立我们，让我们有福分来服侍你。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位尽心尽力的服侍者，荣耀主圣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